考試時篇文要有一個好嘅語境意識，小題大做法係好重要㗎。各位同學，你哋有冇好細心咁留意我講嘅係考試時篇文呢5個字啊？因為小題大做法係針對考試而用嘅一種提升語境意識嘅技巧嚟㗎。所謂小題大做法，就係你寫緊實用篇章嘅時候，好刻意、好突出咁，專登寫一啲改卷老師容易辨識語境意識嘅字句同埋內容，專登為咗要表現語境意識而寫一啲內容出嚟，就好似將一啲好小嘅事無限咁放大、無限咁誇張。方使人哋睇唔到，改卷老師睇漏眼咁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技巧嚟㗎，同學你記住，由呢個 moment 開始，將所有中國傳統文化嘅咩謙遜退讓啊、內斂含蓄嗰啲性格，全部放低。考試嘅時候唔要，你有幾多料，你有幾多能力，全部 show 晒出嚟。而且更重要嘅係刻意地 show，唔好怕怕醜醜、收收埋埋，想俾人知又唔好意思嗰隻咯。呢個就係小題大做法嘅精髓所在啦。大家可以睇翻我哋剛才嘅例子啊，呢啲全部都係用咗小題大做法，將語境意識好刻意突顯寫出嚟㗎。你哋睇下，刻意咁寫咗呢一句，本小組一向關注政府如何活化本區甚具歷史價值的善行小學，呢一句就突顯咗活化善行小學關注組呢一個身份啦。另外，刻意咁寫咗希望同南區居民共同謀劃，希望可以滿足南區居民期望，兩次強調咗南區居民啊，好似好沉氣咁，但係目的就係要放大誇張南區居民呢一個對象啦。至於呢一個事例，好刻意咁喺篇文章嘅開首咁樣寫㗎，你是否為子女升讀中學選校而煩惱？就係要突出升中家長嘅呢一個對象啦，用埋第二身嘅你，將嗰份親切關心嘅感覺完全帶晒出嚟啊！另外，好刻意咁寫身為學生，就係強調自己學生嘅身份，自己係學校優良教育嘅得益者，好想將呢啲咁好嘅嘢推薦俾人啦，咁樣咪突顯到宣傳學校嘅處境咯。同樣刻意咁寫，作為家長的你，又係扣緊對象而專登咁寫㗎。同樣啦，用第二身嘅你加埋你想你嘅仔女得到如此的教育機會嗎？呢一句反問句又 sell 溫情又 sell 關心喎。各位同學記住，一定要刻意而為之，去諗一啲字句同埋內容係同語境意識有關嘅，千祈唔好覺得同你寫嘅論點嘅整合同埋拓展冇關，好似嘥咗啲時間、嘥咗啲字數。你要記住，呢度係講緊針對語境意識嚟到去拎分啊！你試諗下，一個演員俾佢背熟晒台詞對白，但係佢冇代入角色，又冇理到對方係邊一個，亦都冇理到處境係邊一個，齋讀稿，咁佢最多咪只係一個讀稿機器咯。最後再俾多個例子，大家感受一下啦。同樣啦，要突出我係活化善行小學關注組嘅人，就專登用本小組啦。要突出自己係鄉城人嘅身份，所以就用咗本城2個字。仲有要突出村民同埋鄉城市民呢2個對象，所以亦都專登寫埋落去㗎。總而言之，少嘅咧就1、2個字嘅替換，多嘅咧就1、2句內容咁加上去，呢啲都係小題大做法，喺實際操作嘅時候你可以做嘅嘢嚟㗎。